说，请看下一页，宣召。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主，你是我们患难中的盼望，是我们藏身之处，又是我们的盾牌。你的慈悲本为大，你应允我们仰望你的话语，就能得到救恩。求你按你的应许扶持我们，使我们存活，按你的应许把我们安置在平安之地。主耶稣，我们是你拣选的，要一生跟随主。我们深知上帝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这是在箴言30章第5节向我们应许的。因此我们相信上帝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我们愚妄的人都可以通达。求神你用你的话语使我们的脚步稳当，我们不会被罪孽所辖制。求主赐我们渴慕追求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知道你的法度以及所有的典章律例，因为我们爱你的命令更胜于金金。求神你用你的脸光照我们，让我们得到你的怜悯跟慈爱。虽然目前疫情趋缓，但是3级警戒还没有解除，我们教会仍然需要按照内政部的规范，然后我们没办法开放。但是亲爱的主，你知道我们的渴慕跟盼望，你是无所不在的主。教会是实体，但是我们与主亲近就是真实。因此在基督里，我们这时候一起透过线上礼拜，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要专心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要透过你忠心的仆人，我们敬爱的国城牧师，透过他阐述你话语的奥妙跟智慧，让我们得着宝贵真实的救恩跟盼望。求圣灵引导我们礼拜的进行，以及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专注于寻求上帝你的话语，让我们活在你的光明里。就像箴言16章16节所说的，我们得着智慧，我们得着聪明，比得着金子银子更好的喜乐。我们也恳求神你跟我们每个人同在，帮助我们在疫情的时代里面，我们找出我们自己，找出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学习，在我们的家庭，在现世代的社会跟国家当中，找到我们的角色定位，帮助我们做应该做的事，让上帝你的恩典跟荣耀在这个社会，在这个世代当中展现。敬前排列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时候我们要来领受圣经的话语。圣经的话语记载在何西阿书第6章第1节到第6节，我们一起来领受。何西阿书第6章第1节，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第2节，过2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3天，他就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第3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第4节，主说：以法莲啊，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
第5节，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第6节，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以上。接着，我们敬爱的国成牧师，他要来向我们证道。他今天证道的主题是归向耶和华的慈爱，归向耶和华的慈爱。以下时间交给我们国成牧师。然后证道之前，我们有一段影片山歌队的影片在这个是2014年，2014年山歌队的献诗我们一起来回顾，也用这首献诗这首诗歌来献给神。
沙顶上的脚印，在我们这一块生长的土地就像沙洲一样有神的脚印，以我们每一个人留下的足迹这一圣歌队用这首诗歌来献给神。我们3级防疫还是要持续到7月26号，那愿各位弟兄都能够自我的保护，要等候施打疫苗的通知。虽然有微解封，但是在基本上看起来是没有什么解封只是可能用餐能够在餐厅能够用梅花座，还是保持安全距离的情况之下来开放室内的用餐，或许是这样子。那有一些商家的一些规范等等，那对宗教场所来讲，并没有太大的解封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要维持3级的警戒那期待7月26是有个好消息。那在人减少出入的这段时间，你有些地方发现污染变少了，而野生动物的足迹竟然能够跑到村庄，跑到城镇里面，让百姓很惊奇说罕见的野生动物回来了。所以到底疫情对人对这个自然界到底是怎么样呢？愿神也透过这样子来提醒人类如果没有疫情，我们是这样平凡过了一天，但是有了疫情之后，那我们能够做什么？上帝又要我们做什么？那我们能够在这段时间好好的来反省，来思考。那我期待大家能够早日有实体的聚会，那我们一起来祷告。神你赐福我们在信仰的路上能够更认识神，更认识您，让我们在主日来到主你面前，与主你亲近，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预备我们自己，愿你的话语来充满，愿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献上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来求，阿们。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会不会去想说，我们所认识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个神？我们有认真的去思想、去思考、去想过这个问题吗？有人比较喜欢读新约，因为新约感起来有耶稣基督的救恩。那有人很害怕去读旧约，因为一读旧约就感受到神的审判，感受到上帝的威力跟威严、严肃。特别上帝在跟他的选民以色列百姓之间常常有许多要刑罚他们、警告他们。但是我们回头这样子想，神还是也有他的慈爱。在耶利米书24章7节，跟我们讲了一段话，说：“我要使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来归向我。”耶利米先知也是这样讲说，要来归向神，归向主。耶利米跟今天的经文何西阿都是上帝所拣选的先知只是耶利米书它比较多的章节，所以它归类在大先知，而何西阿是属于小先知，因为他的他所留下的话比较少，是因为他所留下的话的多跟少来区分他是大先知还是小先知不是他的身份比较高贵，或者是身份比较卑微不是这样。上帝所拣选的先知有好几个，来透过他们的话语来向我们说明神怎么样爱我们，所以我们要归向神，来认识神，用我们的经验上帝，经验神，用礼拜来经验神，用我们的内心来体会。所以我们做上帝的百姓，就要顺服他，也要有归向神、归向上帝的心。所以我们要常常思考我们的身份，我们是重生得救的人，因为神他用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赎回我们。旧约里面有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以色列的君王大卫，他还没有当王之前，还是一个牧羊人，一个牧童。他在
野外牧羊。那他自告奋勇要去跟歌利亚打仗，他知道歌利亚是一个很巨高的一个巨人哈。那大卫知道他是一个巨人，可是他还是勇敢的请缨上前线去单挑巨人歌利亚。他是凭什么样的能力，凭什么样能够去挑战这个巨人歌利亚？当然是他有刚强壮胆的心，而且还是一颗非常单纯的心。在当时候以色列没有办法对付这个巨人歌利亚的时候，连扫罗王也都束手无策。但是大卫再去探访他的哥哥，再一次去探访，在军中去探访他哥哥的时候，听到这个信息，听到这个消息，他自告奋勇，愿意上到前线去挑战巨人歌利亚。因为他跟说，你靠的是刀枪和剑，我靠的是万军的耶和华神。因为大卫深深的认识神，认识上帝，他知道神在他平常牧羊的时候保守他，看顾他，也让他练就了这个甩石头的功力，在对付这些野兽，在他放羊的时候要对付这些野兽，所以他靠了这样的功力打败了歌利亚。所以他靠的并不是他自己本身的这种能力，而是背后有神，有上帝加持在他的心中。所以我们要用心来归向神，归向耶和华上帝，才能得到他的慈爱。所以神也帮助我们去面对人生各种的挑战和生命的难题。当我们与神失去连结，是没有办法做什么。在约翰福音15章5节也跟我们说了，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当我们离开神，离开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够做。所以上帝是给我们智慧、知识、喜乐多样在我们身上的祝福。那其中我们知道知识的力量很大，智慧的力量也很重要。小时候老师跟我们讲说，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当我们知道这些事情，我们知道我要追求知识，知识能够帮助我们面对生活许多要处理的事情。那知识也帮助我们社会的成长。如果现在我们对这个病毒有更深入的认识，有更清楚的知道，那我们再找出应对的方法。所以我们研发出了疫苗，人类研发出了疫苗来对付这一次的新冠病毒。那这个疫苗不是只有一种制作的方式，它有据说有4种方式所以就产生不同的疫苗。那恳求神帮助我们，因为神也是给我们知识智慧。传道书9章6节跟我们讲，智慧胜过勇力。神是给我们的智慧，会赢过所有这些人的武力。所以圣经里面也跟我们讲，有人靠车靠马，靠着这些战车战马，但是我们靠的是神能得胜。所以战争虽然是靠勇气武力，但是有智慧的人打仗是不用流血就可以稳操胜算。所以智慧很重要。那智慧的源头在哪里？圣经跟我们讲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当我们内心对上帝的智慧，我们就是得到敬畏神，就是得到这个智慧。我们知道这个世上有很多我们还没有办法了解的事情，包括这一次的COVID-19 这个新冠病毒，对我们来讲，它也是刚刚跟人这个接触，这一战我们就损失很惨据说应该是有上亿的人有确诊全世界来讲。那对这样子我们第一次的遭遇，我们没有经验，所以从去年开始，
这个新冠疫情一直蔓延全球，甚至在产生多种的变种的病毒出来。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敬畏神，才是这个智慧的开端。爱因斯坦是一个很重要的科学家，他曾经说，他说了几句话，就是说，我们虽然可以见证很多事情的存在，但是他说了，我们或许没有办法见证神的存在，那表示神是高于我们，只是说我们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来见证神的不存在，所以神是存在。所以很多科学家研究到最后，他们的最终的感觉就是这个宇宙万物有一个人在管控，有一个人在操纵，这个就是神，就是上帝。何西阿书在小先知里面算是很重要首位，因为它的章节在小先知书里面来讲算是比较多章节的。那里面它的信息充满上帝要惩罚、要刑罚世人，但是我们再深入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何西阿表达了神的慈爱，因为这个慈爱就是神赦免人，愿意给他的选民以色列百姓一个悔改、一个回转的机会，能够重新回到上帝的身边。今天的信息就跟我们讲，我们要像何西阿先知所讲的、所提醒的，回归到神的面前。有人传了一个信息说，人的一生都在校正回归，校正到上帝的面前，回归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要归向神的慈爱，归向我们主的慈爱。耶和华神是有怜悯，也是有恩惠、有慈爱。虽然他的另一面是刑罚，是处罚，是很严厉的，但在他另一面是慈爱的。今天的经文就跟我们讲，我们要更深的认识耶和华，透过这样来与神亲近。上帝知道人是软弱，所以他有公义信实，帮助人重新与他来恢复关系。所以我们要更深来认识这位圣经所讲的神。当大卫打败歌利亚，没有什么好夸口，他只是夸口，因为我认识上帝，我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认识上帝的人会得到爱，更得到福气。不认识神的人，心中没有办法敬畏，所以也没有办法得到智慧的灵。所以拜人所雕刻的木头跟石头，我们的神是活的，是永生的，是永远存在的，是早存在、现今存在、未来也永远存在。认识神的人就得到神的帮助，认识神的人就得到主给我们的永生。所以我们要对上帝有正确的认识，用我们的心来体验，来遵行他的话，也将我们得到的荣耀、荣光都归给他。所以上帝希望我们能够过着很幸福的生活，所以他用诫命、用律例、用典章来规范我们，让我们走在正路上面。第二，我们要真诚向上帝来悔改认罪。何西阿书6章1到3节，它是一首忏悔的诗，在礼拜里面。所以我们在祷告的当中，我们虽然感谢神，归荣耀给神，但是在祷告的里面也必须要有悔改、省思、反省，也要有感恩，也要有代求，也要为自己求，但是最后要奉耶稣的名来祷告。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不断回到神的面前。今天的经文第1节跟我们讲，来啊，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好像我们父母亲在骂孩子，骂完又把他抱起来疼惜一下，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先知何西阿他呼吁百姓，其实他把他自己包括在里面，所以他说撕裂我们，打伤我们，
他其实也在这个选民的其中的里面，他把自己包括在这个里面。所以他说，神虽然是撕裂我们，让我们受痛苦，但是他会医治；他虽然打伤我们，但是他会包裹我们。所以当上帝修理人，会让人觉得很伤痛，但是最后会让我们的伤势减轻，最后到恢复正常。上帝的刑罚是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得安慰。所以我们也必须悔改到神的面前，全心全人转向神，转向耶和华上帝。因为管教是有他的用意跟目的，最后还是要让我们得到益处。就像当父母的人都知道啊，有时候小孩子不听话，你可能要一手糖果，然后一手棍棒哈，好，这样子的方式。所以上帝要达到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得到更新，得到重生的生命。第6章2节跟我们讲说，过2天必使我们施行，第3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何西阿跟我们勉励，神的处罚是短暂的，说只有2天我们就得到苏醒，第3天我们又苏醒。就像孩子，有些孩子当下你念他，你处罚他，隔2天他又笑了，他又恢复了。所以神的处罚是短暂的，不是永久的。神的处罚不是要让我们丧失我们的生命，而是让我们得着重生得救的生命。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归向上帝，什么时候就得到兴起。所以上帝的管教责罚我们，不是要让我们置于死地，而是让我们重新活在神的面前，叫我们得着新的生命，得着存活。6章3节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所以认识上帝才能够得着神喜悦，因为你接近他，你亲近他，他就知道你是他的，属于他的。所以我们要尽心尽力来追求，来认识神。认识神，你就知道上帝如清晨的日光，赶走黑暗，带来人的盼望。所以上帝的临在就如同适时的时机降下的甘雨，来滋润我们的心田，使我们欣欣向荣。所以认识独一的真神，我们必须要认识神所差来的那一位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因为他是给我们永生。那上帝也透过先知一直不断的在提醒以色列人，提醒他的选民。最后神是用他的独生爱子来赎回我们的罪，让我们重新跟神建立和好的关系。所以上帝对认识他的人是丰厚的，是好像清晨的阳光来驱散黑暗，带来光明的前程，就像春雨滋润土地，带来无限的生机。良善的上帝会怜悯世人，出于上帝的爱心跟信实，才能让我们得到更长久的与神的这个关系。所以呢，神是怜悯世人的，所以神必将他的爱心跟信实浇灌在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的身上能够充满神的恩典、神的恩惠，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良善的。第4节跟我们讲说，主啊，以法莲啊，我可以向你怎样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这个是说以法莲支派跟犹大支派刚好是南国的代表跟北国的代表。当以色列百姓不听上帝的话，而他们最后是分成2个国家。所以当何西阿来勉励百姓的时候，他用了以法莲代表北国以色列，犹大代表南国犹大，这2个支派就是上帝的选民，全部的选民。你们应该要悔改，应该要归向神。
因为这两个支派代表了整个以色列，那整个以色列有时候一下子归向神，那一下子又回到罪恶当中，这两国的国王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列王记上下，还是历代志上下，都可以看到，这个王得罪上帝，一直拜偶像，但是又出了几个可以让神喜悦的，像一些王，他悔改了，约西亚王，他归向神，神就让他得着丰盛。所以云雾甘露指的百姓的悔改的短暂跟肤浅，就像太阳一升上来，这些云雾甘露就消失了。这是何西阿先知说，以色列百姓你们悔改的心怎么如此的短暂，就像清晨的云雾，又像那个弥散的甘露。所以我们认识神，不要像这样子，不要像以色列百姓这么样的虚假，瞬间就消失了。悔改没有透彻，没有全心全意来归向神，只是表面的功夫。所以何西阿先知就指出了这一点。那跟我们勉励什么呢？跟我们勉励，我们要跟上帝、跟神有深入的交通，用信靠、用顺服的心来认识、来亲近我们的主。6章5节跟我们说，因此我借着先知砍伐他们，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神的话借着先知来宣布，神要怎么样施行他的刑罚。上帝派遣这个忠诚的先知，是在谴责以色列人的罪。那上帝的口中要说的话，就借着先知来宣布他的刑罚。那上帝的刑罚就像光发出，上帝要将他的话放在先知的口中里面，借着这些先知来谴责以色列百姓。所以上帝的话是带有能力、带有能量、带有警告。所以今天这个5节就跟我们讲，我借着先知来砍伐他们，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先知也借这个话来提醒我们，上帝的话是有功效、有力量，像两面利剑，能够快速的刺透人心，剖开人的心里。这是说神的话能够让人心里面能够警觉神怎么样来警告世人。第6节，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烧献燔祭是代表以色列人，他们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他们用燔祭来献上对神的感谢，纪念神的同在。但是这个只是一个礼仪的程序，礼仪的这个部分。那神跟我们讲说，礼仪方面还不够，我更想要你们的内心来经验、经历神。所以上帝真正需要的不是这些祭祀，不是这些仪式，而是要我们真心长久持续来认识神，来经验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喜欢认识神胜于燔祭，就可以看出上帝是喜欢我们实际的内心，而不是这些外在外表的行为。所以我们不需靠外在外表，或者是我们的外面来讨神喜悦，而是要用我们的内心来让神得到，用我们的内在来体验体会神，来经历神。用我们的内心来认识神，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感受到上帝是良善，是有慈爱的。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我们要用信仰，用圣经里面来看出上帝是良善。那我们也要用信实来认识耶和华上帝，我们就得到他的怜悯跟慈爱，接近上帝，回转我们的心归向他，用我们的全人来归向上帝。恳求神以无比的慈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上帝已经用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替我们赎回生命，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就像我们有人有领养在路边，你有捡到流浪狗、流浪猫带回去养，你把它洗一洗，让它的身份已经从流浪狗变成你的宠物，变成你所养的那一个那个小宠物，一个小猫小狗，它已经不一样的身份了，它已经不再流浪了。可是你把它洗完澡，有时候你用好吃的给它吃，但是有时候你带它去路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还是没有将它的本性改掉，它还是看到垃圾，它就去闻那个垃圾桶，吃人吃剩的。我们不要像这样子，我们要享受主人给我们的喜乐，就是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孩子，我们要永远归向主，我们的身份已经再一次的转变，我们是神的儿女。愿每个弟兄姐妹能够常常持续归向神，用我们全人、全心、全意，就如同圣经跟我们讲的，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来跟主连结，回归到神的慈爱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孩子。过去你拣选以色列百姓，你赐给他们丰盛的迦南美地，可是你的百姓却因为罪而离弃了耶和华神。恳求主你怜悯，有透过先知所提醒我们的，我们要看重我们是上帝的孩子，也是上帝的选民，也是上帝的百姓。愿我们完全归向神，得到神给我们丰盛的慈爱和恩典。我们献上我们的恳求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来求，阿们。我们有一首回应诗，我们要一起来回应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耶稣，你医治，耶稣，你医治。耶稣，你宣告就得自由；耶稣，你触摸就得医治。伸出你的手，怜悯释放我们。主相信你施加的大能，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施行拯救；耶稣，你双手医治。在你必定没有任何难成的事。我相信耶稣你行神迹，耶稣你宣告就得自由，耶稣你触摸就得医治，伸出你的手怜悯释放我们。主，我相信你施加的大能，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是我生命；耶稣，你是下丰盛。在你必定没有任何贫穷羞愧。我相信耶稣，你行神迹。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是我生命；耶稣，你是下丰盛。在你必定没有任何贫穷羞愧。
我相信耶稣你牺牲记。这时候奉献，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这时候疫情期间呢，我们都在家收看直播的礼拜。那在这当中的奉献，我们可以用周间将奉献送交到办公室，托干事来帮忙处理。好，那在防疫期间，干事是7点下班。那另外我们也可以透过国泰世华银行泸州分行，这个账户，就是我们台湾基督长教会泸州教会使用转账奉献的方式来进行奉献。那如果你用转账的方式，就拜托，就麻烦请在礼拜五12点之前回报你的姓名、电话、转账日期，还有银行的账号、金额跟奉献项目。好，这样子让同工可以方便将你的奉献的款项，把它列入。好，这就是我们有关于在奉献的部分。现在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一生爱你》。深情爱的，一生爱你。我们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亲爱的宝贵。就是我们的奉献诗歌唱起来我们就觉得感受很深很美。愿神保守我们，让我们一生爱他，一生敬拜他，一生爱他，一生荣耀他，一生奉献，一生跟随他。接着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今天的金句的经文是何西阿书6章1节。何西阿书6章1节，我们一起来读2次。亲爱的弟兄们，我们一起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何西阿书6章1节。好，这时候呢，我们呢来报告那刚刚在我们翻开我们的周报的消息内页就是在第一个就是本会的消息，就是我们台湾新冠肺炎的疫情爆发到目前为止呢，就是我们还在3级警戒。那但是呢，近期已经公告说，我们的3级警戒随着染疫的人数下降之后，我们要逐步的延长到7月26号。目前还在观察当中。但是为了降低群聚的感染风险，那也为了崇拜礼拜跟保守我们的会友的安全，我们的主日礼拜跟团契聚会，还有周间的聚会，我们做调整。就是主日礼拜的部分呢，目前是照样举行。那台语礼拜时间是9点，华语礼拜是10点半开始，我们都采线上网络直播。那鼓励大家在收看，在家收讯直播，那同心来敬拜。那就直接上脸书搜寻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就可以。那另外就是敬拜赞美还有圣歌队的献诗，这些都暂停。那所以呢我们
今天的礼拜当中的献诗呢，就是在之前圣歌队好所录制的，好，那也成为馨香的祭献给神，好，那在第3点就是我们的疫情的扩大的关键是在于这个病毒一直变种，那这个病毒快速的变种呢，就越来越能快速的在我们体内繁殖跟复制，所以因此染疫者的病毒量都很高，很容易造成传播。那也恳请弟兄姐妹们呢，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移动外出啊，也减少外食哈。那外出的话，必要的外出就一定要全程佩戴口罩，做好各种安全防护距离，好这种各种保障这样。那我们祷告呢，我们教会。我们所有的会友，还有渴慕的这些慕道友们，都是全人全家，大家都能够平安通过这个疫情的挑战。好，那另外呢，就是刚刚我们提到有关奉献的部分，也在刚刚在奉献的时间我们有报告过了。哈，那另外呢，原定呢第3点就是我们今天的礼拜之后，原本要举办上半年度的账务的检查，但是因为疫情的影响暂停办理。好，那等到疫情解封之后呢，我们会再择期办理。好，那要提醒就是各个单位的会计人员，请先到银行补登存账，好利息的收入。好，那也要抽空到教会来，签领奉献转账签收单，哈，就是4到6月份的。那第4点就是我们下周的下主日呢，下一个主日在7月18号这个主日是属于，文字传道的奉献主日，最主要是为台湾教会公报，哈，来奉献。那台湾教会公报总共有几个主要的事工是。台湾教会公报之外呢，还有更新周刊，好，就是我们每个主日在用的，在夹在周报里面的更新周刊。还有第3个就是新眼光读经，还有少年新眼光，还有甜蜜亲子报，好，那这5项事工呢，都是属于免费索取，好，那这个福音宣教的事工，要请各位弟兄姐妹代祷，好，那一起来关心整个教会的福音。的文字传导，好，那另外呢，也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对于我们的教会影音设备更新的工程有感动的话，就邀请弟兄姐妹，我们踊跃来认捐奉献，好，那这部分的事工也完成了哈。那所幸也在这个整个疫情期间呢，我们透过同工这样的努力摸索，还有牧师。好，不断的提醒，还有各位弟兄姐妹在网络直播的时候看到的一些障碍的一些回应啊，目前看起来都大致还稳定。那非常感谢俊宏长老以及相关同工好的努力。好，那另外就是新永光读经第3季的读本，就是经历主恩扭转人生，这个目前已经放在我们教会。1楼的招待桌，那欢迎弟兄姐妹来自由索取。那个人在家每日依照进度来灵修。那另外就是每周3晚上8点的查经祷告会，好，那欢迎大家踊跃透过线上一起来在牧师带领我们一起来读经，那为教会守望祷告，哈，帮助我们肢体有一个好的连结，让我们在服事上面得力，也在各位的事工上面，还有学习或者是在工作上面都能够事事得力。那第8项是会计报告，就有关6月份是收入是21万094元，那支出的部分是394161元，哈。那就是买拉是184067元，好，那这个是有关教会消息的部分。那另外就是在肢体的相通的部分哈，在除了我们为我们的疫情哈祷告，也为前线的医护团队还有我们的社会国家祷告之外呢，我们也为我们就是整个台湾在缺水的危机哈，还有我们所有的肢体的这些困难的部分哈，求就是各位弟兄姐妹按照周报这些
需要关心的这些肢体，为他们提名代祷哈。那相信我们代祷的力量很强大，可以帮助他们巩固我们这些需要关怀的弟兄姐妹们的身心灵状态。那最后一项就是有关于我们总会、中会以及教会的消息里面哈，特别提到哈，台北中会教会社会部里面，他有提到，就是关心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确诊者或罹难者的慰问金。那如果另外如果在中低收入或低收入户，如果确诊或罹难，还有每人慰问金5000元那这部分就是限于会友或者是直系会友的直系亲属那就是也可以了解到，各位弟兄姐妹也了解说，其实中会还有我们整个总会也都一直在陆续的关心整个教会在整个疫情的概况那也提出了一些关怀的方式那以上报告，那最后有一件事情是需要跟大家报告说明，就是我们敬爱的安琪老师他要回到故乡府。回到故乡就是我们大家都很舍不得刚刚柯长老柯长老还特别打电话过来说，一定要把安琪老师留住。但是安琪老师实在是因为家里父母的关系他需要回去，他也请掉了5-6年了，对不对？而且都是要最好的表现才有办法成型。所以呢，就是虽然他心里有很多的舍不得，那最大的是我们最大的舍不得但是还是需要放手这样子安琪老师要跟我们弟兄姐妹说再见吗？好，来。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安琪呢非常开心在这么8-9年来，然后可以在泸州教会，然后受到牧师长职还有所有的弟兄姐妹，大家对安琪的好跟疼爱、关心等等，安琪都记在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那在这段期间，也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跟教会的圣歌队一起为主工作，一起服侍这样子。那未来因为安琪家里实在是，因为我家只有我一个小孩，对，所以我真的父母年老的速度有点超乎我的想象，对，要不然其实我在这里一切都非常非常的好。那因为我又只有一个孩子，所以这个十字架是我应该要该拿起来的时候了，对，那所以在这边要跟大家说再见，希望大家都能够非常的尽心尽力，无论是在金钱的奉献上，或者是如果可以的话，真的很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出来，然后为主工作。好，那就在这边跟大家说拜拜喽，谢谢。这么久的时间来，谢谢大家。帮他祝福祷告。对，那个我们刚刚有听到安琪老师他的分享，也听到他对我们的提醒。他提醒我们说，我们呢大家要一起，要一起来，就是一起来服侍，把我们所有的，就是把它奉献出来，帮助我们，就是成就我们自己的一个服事跟信仰的生命。那我们呢，就是因为这个疫情，让我们来不及相聚，然后来不及大家一起拥抱我们安琪老师。那不过圣歌队他们呢，就是有非常就是大家很舍不得的心意那我们都把它收集起来，我们到时候再把它整理好，再送给安琪老师那其中呢，我就用就是我们慧文老师其实最大的就是在慧文老师跟安琪老师有非常好的一个服事的搭配那就是他们两个真是我们圣歌队很重要的宝贝也是我们教会很重要的宝贝那我就把那个慧文老师他对
安琪老师祝福的话来分享给大家哈。他提到说，尽心尽力是你的坚持，细心体贴是你的特质，还有幽默风趣是你的个性，而万般不舍则是我的心情。谢谢美丽可爱的安琪老师在这8年来带给我们的一切，每分每秒都是美好。从你身上看到神满满的恩典，愿你带着上帝和我们的祝福，开心的回到家乡与父母相伴。请记得以后无论到何处或者遇到任何新的挑战，永远会有上帝和泸州教会弟兄姐妹们的爱陪伴着你，一切顺利平安。各位弟兄姐妹，我想慧文老师这个心，他的心情真的就是我们的心情，真的真是非常的不舍。好，那我觉得在安琪老师呢，的服事当中，我很心里的一个感受就是，安琪老师他的服事的典范，就像哥罗西书3章23章所讲的，无论做什么都是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好，那他所流露出来，从基督里流露出来的这些服事的馨香的气息，成为我们的学习。好，那也给我们很好的服事的典范。那也感谢安琪老师在泸州教会把圣歌队越来越茁壮的服事，在礼拜当中把上帝的荣光跟恩典的展现，成为馨香的祭，带领我们教会的众信徒献给上帝。那另外我们也送给他，就是诗篇139篇第9到10节所说的：“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们只衷心的盼望跟祷告，愿上帝丰盛的恩典时时跟安琪老师以及他的家人同在，并且巩固他的教学，还有家庭跟服事，处处荣神益人，众人因他蒙福，是上帝喜悦以及所重用的。好，那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请牧师带领我们大家来就是为安琪老师祷告，好不好？好，来，这祷告最重要了，来，赶快来让牧师为你祷告，来。安琪老师来了，来家了，我是给你祷告。好了，我们一起来为安琪老师人生的道路他生涯的规划愿神也祝福他赐福他。那他所留下给我们这么好的服事的典范，也是我们可以学习。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泸州教会在过去这样10年来，有一个这么好的指挥安琪老师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带领圣歌队，领导圣歌队在每个主日的献诗，以及我们在圣乐上面的方面，让我们有很大的进步跟增长。在这个疫情当下因为有很多我们没有办法预知的事，在5月得知安琪老师顺利可以调到高雄他的故乡来任教，也为着这样的喜悦在他的身上，愿神你赐福。毕竟神你所拣选的孩子，也有神你所给他的命定，跟他所要去背负的使命。愿神你带领他的前程，让他在新的学校、新的国小里面有很好的任教，跟带领那些的孩子，也祝福他的前程，祝福他人生的道路，也祝福他的家庭、他的父母，未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相聚，弥补过去这一段时间他独自在新北、在台北这边的任教跟他的工作。
也让我们这边的教会泸州教会有这样的恩典过去这样一段的时间，在圣歌队的侍奉上面，能够看见神你给我们这样子美好的一段时间。主，我们谢谢你，在这将近1个多月这样的，已经快2个月的这样子的3级的警戒，很多没有办法实体的见面，也让我们有万般的不舍，跟更多人没有办法到现场来实体来告别安琪老师。但我们相信神，你在未来也给我们预备更美好的机会，能够再次见面。愿神你带领保守眷顾，让安琪老师所留下过去这样的服事，德隆哥让我们心生感动。也愿神你继续带领泸州教会。我们献上感恩，献上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好，上在教会里。我们呢，就是虽然是我们没办法亲自跟安琪老师道别，但是各位，爱是我们联系的力量。我们爱是因为上帝先爱了我们，所以当你想到安琪老师的时候，请常常记得为他祷告，求神壮大他在学校的服事的场域跟能力，让他可以栽培更多的学子，好，成为就是众多学子生命的祝福也巩固他事事得力，好，让他所做的事工都能够在主里面得到巩固，好，这是我们以这样子成为最大的祝福。那当然呢，疫情之后呢，我们就有很多的可能哈，泸州也永远都是安琪老师的家，对不对？哈，那未来高雄我们也有个地方我们可以去找安琪老师了哈，那我们有新的地点了哈，那谢谢哈，上帝的爱引领我们哈。好，那接着呢，我们最后来唱祝福的诗歌。那唱完把爱传出去，祝福诗歌完毕之后呢，我们请陈国成牧师为我们大家祝祷。那接着我们来唱这首《把爱传出去》。传到街头和邻里，把爱传出去，无论刮风或下雨。把爱传出去，传到街头和邻里，把爱传出去，无论刮风或下雨。爱要分享，不要犹豫。快乐地传出去，爱要分享，不要放弃，把握机会传出去。请牧师祝祷。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做默祷闭会。